北大嶼山巴士路線 39M 由新大嶼山巴士營辦，循環來往東涌站巴士總站及滿東村。東涌西黃家圍對面的東涌39區公營房屋滿東村已於2018年第4季落成入伙。運輸署於2017到2018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建議開辦一條全新路線，全日往返滿東村至東涌港鐵站，方便該村及近裕東路的日東一村居民往返東涌市中心及港鐵東涌站。原建議內，此路線將取代走線幾乎相同但車費稍低的 38X 線服務，並設有上課日早上特別班次，循環來往松滿路、港青基信書院、明愛華德中書院及東涌港鐵站，往東涌站方向繞經松仁路，但相關特別班次及 38X 線取消的建議，卻未有在此路線投入服務時實行。2018年11月9日，39M 線投入服務，循環來往滿東村及東涌市中心。原建議由東涌港鐵站開出後，駛經富東廣場對開的一段達東路。試路線投入服務時，改為從美東街左轉達東路返回順東路，不經富東廣場，亦即與38線相同。2019年2月18日，延長服務時間為6點10分至0點10分。2019年4月27日，改為循環來往東涌市中心及滿東村。2019年6月3日，加強服務，尾班車時間由0點10分延遲至0點20分，增設特別班次，每日5點40分、5點55分及6點10分由滿東村單向前往東涌市中心。2020年12月1日，滿東村開出特別班次於星期1至5增至6班車，新增班次開出時間為6點26分、6點41分及6點55分。2022年10月10日，新增與37M 及38線的八達通轉乘優惠。2023年9月27日，推出即日來回優惠，乘客於每日5點正至23點45分乘搭 B6 線往大橋香港口岸方向之班次，同一日內以同一張八達通卡乘搭此路線往滿東村方向之班次，可享車費優惠。好啦，準備上車，睇下呢架車有幾快啦！人人話我笨，作嗰點發達，就算搵夠買盒飯唔放多，而浪漫個名幾咁勁，累我拖你入局，亮粉去偽窮。你知今年聖誕冇大餐，就話空氣多禮物冇問題。如果燈飾鎖門又冇走，就買2粒燒賣當火雞。銀行存款等於零，窮鬼點談情？寒酸炒冷飯，我會俾3粒星。傻佬點形成？傻婆點形成？提子乾涼粉滅，窮間招溫馨。If that's all we hav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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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f that's all we have, 壞對象拍拖先會悶，勁好在今次係遇上真正高手。上個月唔使點上網，無聊一個互望，原來好睇過 YouTube。你使乜心急帶我去日本？銅鑼灣夠有50隻綠茶，唔擔心要睇餸先食飯，係你教識開心咁簡單。銀行存款等於零，窮鬼點談情？寒酸炒冷飯，我會俾3粒星。傻佬點形成？傻婆點形成？提子乾涼粉滅，
窮但超溫馨。If that's all we have, we have 唔好但夠殺。If that's all we have， 唔使點打車，唔使出街食，唔使點着衫，淨係抱得好緊，唔使懶高級，唔使碌黑卡，床鋪碌一日，同樣覺得 high。If that's all we have， If that's all we have， yeah. If that's all we have, yeah. If that's all we感謝你收看，記得訂閱、like 同分享。